高三會嘅同學，今次不勝無歸。好啊，咁有鬥志，真係睇下邊隊贏先。呢一個就係第3屆香港校際冰球聯賽季後賽。咁啊，混集咗最佳嘅中學冰球隊嘅。咁總決賽咧就由頭先嗰2間中學對壘啦。咁紅衫嘅咧就係張永慶中學，係上屆季後賽冠軍。出席開球禮嘅胡文新話：冰球發展最重要係大家支持。最緊要就係球員打得開心啦，仲有好多觀眾今日都嚟現場度睇，等佢哋知道其實個比賽喺現場睇有幾精彩啦。所以其實對個運動個發展都係好正面嘅。比賽分3節嘅，每節12分鐘。喺第1節嘅頭5分鐘啊，張永慶中學咧就憑99號劉達明啊入球先開紀錄啦。咁劉同學係上一屆賽事嘅最有價值球員嚟㗎。2分鐘之後啊，張永慶中學再次組織攻勢，咁佢哋咧係喺左路推埋去啊。77號黃冠涵嘅接應傳球，射成2-0啊。落後0-2嘅李林明中學咧需要調整戰術啦。第2節再戰啊！技高一籌嘅劉達明呢，自己由後場推埋去啊，咁啊對方咧冇人攔截到佢啊，咁結果咧梅開2度，咁啊勇敢咧都戥佢好開心啊！劉達明嘅出色表現咧，令到張永慶中學喺第2節咧係領先3-0啦，可以話勝券在握。李林明中學都有攻勢㗎，咁佢哋咧喺第2節完結之前呢，憑住黃進恒嘅入球啊，追成1-3嘅紀錄。而喺第3節啊，雙方咧都冇入球㗎，結果保良局第1張永慶中學咧成功衛冕冠軍啦。而陣中表現出色，入咗2球嘅劉達明呢，係再次獲選為最有價值球員。恭喜晒佢哋啊！ Love is over.